保佑，给予智慧、力量、健康、平安，在始终中能顺利完成学习，然后能将祖先的智慧与优质文化代代相传。原住民祖语老师送上各种具有祝福意涵的礼物，希望学生会当伫原民小子夏令营学习到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技能以及祭典仪式等各种知识，让原住民的文化会当顺利传承落去。连续举办12档的原民小子沉浸式族语文化体验夏令营，今年的活动分别伫永康国中以及新东国中2校同时展开。这个活动很大的意义是要让我们原民族文化的永续传承让我们各来自不同族群族别的小朋友们彼此来认识同时透过老师族语的教导，还有传统生活技能也好歌谣啦、舞蹈啦，还有等等艺品的制作等等很多来从老师的传授我们也学习到了族语之外爸爸妈妈的话同时呢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连续第3次参加原民小子夏令营的学生高成佑就表示，伊真喜意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会当交到真侪族群的好朋友，嘛会当认识到族群的文化。参加夏令营不但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也能认识很多族群的文化。出席活动的议员尹爱达利就指出，过去原民小子夏令营活动是6礼拜，但今年较缩减到4个礼拜，伊认为真可惜，希望市府后届会当大力支持。以前我们的原民小子只6个礼拜嘛，今年为什么变成4个礼拜？所以也是很可惜啊。这个包含说小朋友在家里面的照顾，或是小朋友自己暑期的安排，又或者是主语老师他们已经准备那么多课程这个缩水有点相当可惜啦参加这次原民小子的学生总共有63人，其中阿美族27人，排湾族13人，太鲁阁族9人，泰雅族6人，卑南族3人，鲁凯族2人，赛德克族1人，布农族1人，以及非原住民学生1人，分别伫永康国中以及新东国中2间学校开课。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